好，来继续来看台南美展的颁奖典礼，10月初9要来举行，有6大类184件来得奖。这个参赛的作品放宽着寸笑的限制，让艺术家有更较大发挥的空间，希望会当来培育着更较多台南的艺术人才。 因为疫情影响延期的2021台南美展，自今仔日开始到10月17日，伫台南市文化中心展出。今年总共有6类184件得奖，即摆和过去无同，甲参赛作品寸笑的限制放宽，其中有真侪和疫情有关联的题材，真有看头。 作品的类型非常的多元，其中有几项甚至跟疫情，甚至是祝福有关。台南市政府文化局讲，今年和往年无同，经过延期加上收件的方式是伫室外收件，而且有673件作品来报名，是这几年以来上侪一摆。 我们今年的得奖作品预计在10月1号到17日，在我们台南文化中心各个艺廊来展出。 今年台南美展的颁奖典礼会伫10月初9举行，让台南市艺术家精彩的作品会当互大家拢看到。